Hello 啊，同學仔，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就想講解下咧，一個有關小五音樂呈分試裏面同和弦有關嘅課題嘅一啲嘅考題啦。咁咧，即係和弦咧，如果大家學咗1、4、5和弦之後咧，應該都有見過類似嘅考題㗎啦，即係可能測驗考試。咁就想講下第二條啦，即係呢度咧有一個旋律。咁咧比較多同學仔問咧，就係話畫圈圈呢啲咧，即係好似吉魚蛋嗰啲咧，都還可以。咁但係有時佢哋唔識分咧，譬如就咁一個括弧上面得一粒音呢啲，即係唔知道咧幾時填1、4、5 chord。係啦，咁我簡單講下個方法先，即係以呢個為例啦。呢個咧前面嗰啲已有知識咧，應該大概都知道係 F major。咁通常我哋做和弦嗰個方法咧，尤其是有關旋律嗰啲咧，就會先寫咗1、4、5 chord 出嚟先嘅。係啦，詳情就應該咧要學咗音階 E flat D 啊，係啦，學咗音階就會識噶啦。C E G 嗱，即係音階咧就呢度唔詳細講啦。咁但係起碼咧 F major 咧就係成個1個8度嘅音階咧就係 F G A B C D E F 有個 B flat 啦。咁所以一 chord 咧咪 F A C，4 chord 就係 B flat D F，5 chord 就係 C E G。即係如果你想編翻啲 number 俾佢都得嘅，通常就係隔住咁樣噶嘛。係啦，即係如果你玩下啲鋼琴或者係即係玩具琴都得嘅，其實咁你只要知道咧邊個係 C 音，咁你知道咧 C、E、G 就係隔住咁嘅。如果 F 音咧下一個係 G 啊嘛，咁你隔一個就係 A 啦，再隔一個就係 C 啦，如此類推。好啦，咁最多同人問係乜嘢咧？就係咧，好似呢個咁，呢個又係 C 音，呢個又係 C 音。咁咧，如果我哋留意到咧，F major 咧一 chord 又有 C，5 chord 又有 C，咁大家就即係好迷茫啦。我點知呢個究竟係一定係5咧？咁咧，首先我哋就可以咧睇晒成個巴、成個格裏面嘅組成音嘅。譬如好似呢個咁啦，佢係 C C B A，咁咧 C C B A 咧得一 chord 係佔據得比較多嘅組成音。如果5 chord 咧，除咗 C 之外咧，其他都唔關事啦。係啦，咁所以咧，已經可以排除咗5 chord 啦。第一個 CCBA 即係一定係一 chord 啦。5 chord 佢係 CEG，除咗 C 之外，B 同 A 都唔關佢事嘛，所以已經冇可能啦。咁但係呢個咧，第三個格 CDEG，咁咧 CDEG 第5個 chord 比較多組成音係關佢事啦，所以咧好大機會就係5 chord 啦。一就係除咗 C 之外咧，係冇重疊到嘅。咁咧，兼且如果大家咧即係有學多少少，即係有啲同學可能有學樂器啦，又或者喺第二度有聽過咧，終止式，即係話咧每一個旋律或者一個歌曲咧完結嘅時候都有佢嘅終止式嘅。咁咧，終止式如果係一嘅 chord 做收尾咧，主要有兩款啦，就係4去一 chord 或者5去一 chord。所以咧，大家如果有另外一啲額外知識嘅話咧，即係通常都可以融會貫通咁樣去做埋，就會幫助到大家咧去做有關和弦嘅題目嘅。即係話由於大家都知咧，4-1係即係4-1同埋5-1先至有可能，唔會有一 chord 去一 chord 噶嘛，咁所以亦都會有幫助啦。係啦，咁餘下嗰個咧，即係 BAFD，咁佢括住 B 嗰個音，所以咧只可以係4個啦。係啦，咁所以和弦呢個嘅課題咧，好多同學就覺得咧畫呢啲圓圈咧反而比較簡單，通常係覺得比較挑戰咧，係唔係太識去應付一啲旋律嘅題目嘅。咁我哋之後都會再講到啦，同埋咧有關和弦呢個課題都會講多啲唔同類型嘅題目嘅。係啦。
咁就之後再講啦，或者係其他嘅課題咧，即係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都可以問嘅。好，咁下次見，拜拜。